万国啊，恁着学罗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咧，恁着学罗耶和华。请咱来吟圣诗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目睭能力结深。你做先知热情源头，互阮经验会到。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170首。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是第死埋葬荣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咱三甲来交托启应上帝的话，今仔日要交托的是启应文第51。伫个圣诗的后面1093页，也就是耶利米的17章。因着咱三甲来启应。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血力。因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因会亲像风暴未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伊亲像树栽伫水边，炎热到也袂惊，抗旱的年拢无挂虑，
教雄天对地。三甲来压头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一礼拜的保守，予阮会当来教会敬拜你。阮的心神平素听候耶和华，你是阮的帮助，阮的盾牌，阮的心倚靠伊来欢喜。耶和华，愿你的慈爱临到阮，阮要常常学乐耶和华，学乐伊的名，常常伫我的喙。虽然现在的环境真正艰难，人心浮动，的情也还袂煞，阁有袂通知的未来，但是阮知影，只有我靠你，靠着你，平安稳定，好好生活。主啊，你知阮的心有济济的忧闷甲挂虑，你的安慰就互阮的心情快乐。你是阮躲闪的所在，是阮的盾牌。阮伫你的话内面有仰望，求主伫阮教会无牧者的期间，保守阮的心神意念，认真做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来坚固。也求你，甲今仔日的讲员可传道同在，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求你也看顾今仔日袂当来教会敬拜你的兄弟。祈祷恳求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下面圣歌队要献诗，因今仔日要献的是圣诗第23，切鸟的主，海翁的主。请圣歌队。阮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来敬拜，带咱来敬拜。下面咱三甲来恭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列王记下第2章第59、12节。列王记下第2章第50到12节。
和合本是458页，现在中文版是439页，汉语本是397页。伫耶利哥遐个先知学生就近以利沙，甲伊讲：耶和华今仔日要处理老师离开你去，你知吗？伊讲：是，我知。你无做声。以利亚甲以利沙讲：你请得踮遮，因为耶和华找我去约旦。以利沙讲：我只永怀耶和华甲你的活命来救蛇，我无要离开你。因两人就相甲去，有先知的学生50人去，远远徛伫因的对面。两人伫约旦河边伫徛。以利亚摕伊的外衫卷起来，拍遐个水，水就分双平。两人行大地过去。过去了，以利亚甲以利沙讲：我还未受处离开你去，我要甲你做啥物？你打着求。以利沙讲：求你上感动你的神，互我双份。以利亚讲：你所求的恶直啊，总是我受处离开你的时，你若看见我，就要得着；若无，就袂得着。因伫行伫讲，忽然有火车、火马隔开因两人。以利亚就坐光咧啊，风上天。以利沙看去就叫讲：我的爸啊，我的爸啊！以色列的战车甲伊的马兵啊！后来无阁看见伊，就摕家己的衫来拆做两边。以上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的人。今仔日上帝透过传道要传互咱的信息是：加倍感动我，请靠传道。各位兄弟平安。平安。真感谢教会的大家，互我有即摆的机会会当来和各位兄弟来熟悉。到伫遮和大家做伙敬拜嘛，听到圣歌队的献诗，就感觉真感动。因为伫我原本的教会，青少年较侪拢会唱迄个敬拜赞美的诗歌，毋过其实我真爱听圣诗的诗歌。听到台语的这个诗歌，拢会回想到细汉的时阵，感觉足感动。所以感谢主，互咱有这个敬拜的机会。即时就邀请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虽然阮伫你的面前拢是软弱不足的人，毋过主，你时常互阮明白，你看重阮，使用每一个微细的肢体伫教会中间，互阮通得到安慰，嘛得到快乐。主。愿你帮助阮会当注目伫你的大权能，会当相信任何用心的献上，拢要成做你圣工使用。所以愿主你帮助阮，伫你的话语面前，会当用信心佮有诚实来面对你，听叹你的话。感谢主，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毋知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敢有看电影的习惯？无一定有吼。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捍卫战士》，计算是真侪人少年时阵的迄个回忆啦吼。毋知敢有人看，有诶未看过啊吼。我迄个和一寡长辈就招我做伙去看呢，毋是同辈我就有看过。即部电影其实真趣味啦吼。伊的电影内面就讲着讲，内面有一位上界优秀的飞行员，吼，伊就要伊就爱甲伊伫空战中的迄个经验，来传承互后一代的飞行员，来完成因迄个国家的一个任务，吼，这个任务是真危险的哦。毋过伫传承的过程中，伊要引出的这个飞行员是全国上少年上介优秀的精英啦。毋过要互遮个上介优秀的精英来承接即个任务，其实真困难，因为每一个人拢感觉家己介戆，
真骄傲，所以即个老师就爱看讲要安怎引带因来合作，来完成即个作战的目标。所以伫即个过程中即个老的一辈即个飞行员要安怎帮助遮个少年呢？有一个向心力，会当凝聚彼此的生命。即个过程中，伊每一个人都爱面对因生命中黑暗的所在，来面对人甲人迄个真实的关系，才会当来相甲向前行。所以，当我咧看即部电影的时，看到讲一个老一辈的飞行员要传承互后一代的飞行员的遮个困难，我看到遮个时嘛会想到讲，其实可能咱每一个人伫教会后师，诚做一个有信上帝的人，嘛有一个责任，着爱传承信仰互后一代。其实可能嘛会拄着同款的困难，就是讲，面对一个信仰群体的传承，到底要安怎做？我诚做一位传道师，来到无共的教会嘛是共款，在寻求上帝的呼召要安怎传承的时，这是上界无容易的部分。安怎若是对圣经来找，这中间敢有啥物款的帮助，会当对咱每一个人有一个帮助。所以，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的经文是以利亚传承伊的使命，和以利沙的故事。所以，咱着三甲会当来对圣经，搁来一摆来了解上帝安怎帮助咱来面对一个信仰群体，伊的使命、伊的异象会当传承的这个工课。所以，咱中间敢有人了解以利亚搁有以利沙，因是对一国的先知，北国阿兰国。北国很厉害，2选1嘛，嘿，因是北国的先知。因两个人是安怎会相拄？咱若是对列王记上卷有一寡了解，就会知影讲列王记上卷19章真有名的一个故事是安怎？是以利亚伊捌行神业，行神业行了后，煞无效，互迄个王后耶洗别来追杀。所以伊煞经历着灵性的迄个危机啦，就想要讲，家己足够大，无法度搁做落去。这个时阵，上帝就安慰伊，鼓励伊，甲伊命令讲，你着去找迄个以利沙，甲伊膏立，因为即个以利沙未来会成做要传承你的使命的人。所以其实咱若是对列王记上卷，就会知影讲，以利沙对真早的时，就开始跟对以利亚。是安怎伫今仔日即个列王记下卷的所在，因两个煞开始迄个正式要交接，这是啥物款的状况？原来伫列王记下卷的一开始，共时阵国家嘛发生一件大代志，是啥物款的代志？就是讲因的国王啦，嘛要改朝换代啦。因就是伫列王记下卷第1章，就发现讲经文就有讲有一个王叫做亚哈谢王这个王无在传以色列敬拜上帝，毋知悔改，这个王就拄过身去。所以这个国家的政权，若是若是军队因的传统，就爱传互这个王的弟弟叫做约兰王。所以咱若是看到第3章。就发现这个新的王约兰王，伊和伊的哥哥嘛同款啦，无法度传以色列人来敬拜上帝，所以咱就会当看去讲，这个信仰的使命的传承，对这个国王，这两位无法度来传承，所以敢若会当对上帝兴起的先知才来传承，所以。今仔日的经文是安怎？以利亚就爱交伊的任务互以利沙，就发现讲，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权无法度有一个好的引传，所以先知就爱兴起来做另外一款的引传。毋过若是咱看今仔日经文的段落，就会发现讲，虽然讲以利沙已经跟对以利亚一段时间，
啊，一段时间了后，啊，到今仔日要来传承啊。毋过，若是看圣经，就会发现讲，即个传承交接的过程，感觉无啥顺序，感觉怪怪，介先无介顺利，安尼是安怎的？咱着详细来看，吼。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当以利沙军队以利亚到伫耶利哥城的时阵，咱会发现大声耶利哥城的温度讲啥物？伊讲：以利沙，你的老师要离开你安尼。啊，结果以利沙就安怎应？伊讲恁莫做声，吼，介像口气不是很好呢，小可歹哦。哦，你莫做声。啊，伊的老师以利亚就请以利沙讲：你莫阁对我，你着留伫遮，吼。啊，毋过以利沙阁硬讲：我一定要军队你，吼，我用我的性命讲我要军队你。啊，即款的状况，重复2、3摆，这是啥物款的意思啊？吼，是安怎会安尼来来回回即款的状况？吼，我家己的了解是讲，虽然以利亚伫几年的时间落来，可能已经会甲伊会当教示的，拢分享互以利沙。啊，以利亚嘛真希望以利沙会当伫逐所在，就是亲像耶利哥城，还是别个城市，遐拢有因的迄个所在学生。啊，以利沙就会当踮遐开始教示，毋免阁军队伊的老师啊，吼，就是留伫遐啊教遐个学生啊分享。所以以利亚可能真希望以利沙伫逐所在拢会当留落来，开始栽培迄个所在的学生。啊，可能当地迄个学生嘛对新的领袖，就是以利沙有真悬的期待，所以拢会问讲，以利沙，啊，你的老师就要离开你啊！你有啥物计划无？吼，我要做啥？吼，对，安尼家己问，这是我的解读啦，吼。毋过我看起来，是安怎以利沙会甲因应讲，恁莫做声。我的感受是，我看起来以利沙可能还未准备好来面对众人的疑问想法。就是讲，即个新的领袖还未被办好来独立承接即个角色，所以才会四界对老师去，啊对调调，咱会感觉伊可能虽然受真侪训练，毋过感觉佫先佫减啥物，佫欠啥物。咱敢知影伊佫在追求啥物？咱若是看圣经第9节，咱会当发现。以利沙伊在找啥物？当即个老师甲学生过约旦河，以利沙落尾问以利亚落尾问讲以利沙讲，我阁会当为你做啥物？啊，只是以利沙伊讲，求你将感动你的心，互我相分。所以咱就知影讲以利沙伊在找啥物？伊是真较无有一个圣神的感动啦。吼，即个较无真有意思，因为咱毋知影以利沙甲以利亚因安尼学习的时间有偌久，整个过程学生对老师请教偌济个问题。吼，毋过经文内面显现出来，就是讲，即个学生伊知影伫上界落尾的阶段，伊阁减一项物件，就是即个老师心中有诶圣心，伊家己无啦。吼，伊感觉讲，就是欠即个啊，我要安怎？我感觉无困难的，我拢会晓，毋过我就是无困难。所以认为兄弟一个接班人，伊可能啥物拢会，啥物拢问，毋过到落尾，伊悠然感受到伊的性命有一项欠缺，迄就是伊就无圣神的感动。啊，伊问讲，老师，你心中迄个圣神的困难，敢会当甘会感动我？啊，伊的老师敢会当互伊圣神？第10节老师安怎讲？第10节讲，你所求的恶德，老师无法度互学生圣神啦，因为圣神是神嘛，圣神是上帝嘛，伊有家己的意思，老师无法度互传承圣神互学生，所以伫遮咱着感受到一个信仰顶面的困境，就是讲
在传承一个教会，也是一个信仰群体的使命的时，真侪人，可能我嘛是，就亲像伊丽莎，学识真济，啊，啥物拢会晓，啊，外表看起来计算嘛会当做一寡代志，啊，别人对咱中间可能一寡兄弟嘛有真大的期待。毋过上界重要，迄种圣神推动的热情，人无法度传承。所以这无论是我，还是讲我相信咱中间的同工，伫教会侍奉的人，这可能拢是互咱上界痛苦的一点。有的时阵，就算讲有彼此来交陪，有灵修，有读圣经，有敬拜，毋过迄种心内圣神的开来，毋是讲有就有，毋是讲传承就会当传承。就亲像我过去伫教会，主要拢是负责差不多40岁以下的牧区，在陪伴遮的少年人、社青，也是伫学生，嘛和因的爸爸妈妈来熟悉，安尼三角斗阵来同工的事，拢会深深感受到。虽然教会爸爸妈妈对囝儿拢真用心，嘛时常在为囝儿祈祷，毋过有的时阵囝儿就是无迄个感动。我家己和学生安尼斗阵虽然时间久，大家关系愈来愈好，毋过一寡生命中上界根本的品质，就是亲像讲，遮的学生伫侍奉中敢真实换靠耶稣，敢真实愈侍奉愈较无耶稣，敢愿意搁较深委身伫教会内面。遮的其实若是无有圣神的推动，我知影我家己无法度做伤济。除了在服侍过程中有感受到即款的困难，我家己真做一位传道师。虽然我嘛是一个牧者，嘛是一个领袖的角色，毋过有的服侍做起来，心内感有感动？其实我家己嘛知影有感动啊无。有的时阵，当我家己面对真侪别人的期待，家己无法度完全会当了解讲，这人哪会安尼想，迄个人哪会安尼想，甚至我家己做袂到的时，我嘛会感受到累积。有时家己的服侍，若是感觉无果效，甚至周围嘛会有声音讲，耶如传倒来，遮个学生还是啥物人也无改变啊，安尼敢搁爱去教会？听到遮个声音的时，我会感觉讲，安尼我敢有气力来正做一个牧者。事工虽然真济，虽然真拍拼在做，毋过就亲像伊丽莎，每一个咧侍奉的人，有时甲上道会减一种圣神的气力，也是迄个勇敢来面对头前的服侍的任务。所以伫信仰在传承、使命在传承的这个过程中，人若是即关毋知影过袂去也无，安尼上帝会安怎帮助咱每一个人？会安怎引带？人敢会当做啥物？人敢会当做啥物？咱煞才来看经文。所以伫第10节，伊利亚就是伊丽莎的老师安怎讲？伊讲：你所求的恶德，总是我若是受处离开你的时，你若看起我，就会得到；若无，就袂得到。搁刷落来，咱看起讲，伊丽莎煞着看起火车火马的异象，第12节就叫讲：我的爸啊，以色列的战车，搁有伊的马兵啊。后来就无搁看起伊利亚，伊就摕家己的衫来拆做两边。所以咱对圣经内面了解到，当伊丽莎伊欠缺圣神的气力的时，有两项代志发生。有两项代志哦。第一项伫人的方面，其实伊利亚看即个伊丽莎安尼，甲伊对调调，毋过伊嘛无甲伊放散的。所以伫人的方面，伊利亚其实伫即个过程有原是继续在甲伊陪伴，嘛不断在讲上帝最工的事会发生的代志，就是伫人的方面，有一个人会甲后一代来陪伴，嘛不断对伊在做见证。就亲像伊利亚会讲，你所求的恶德，毋过你看上帝来的时候，会有迄个有即个过去安怎。经文虽然敢若写1节2节，毋过咱会当想象因是哪行哪讲哪谈论，
我毋知伊丽莎可能佮问介济圣神的代志哦。吼，就是伫即个时阵，因两个搁咧讨论圣神的时，圣神就来啊，互伊丽莎看起火车火马，啊，煞接老师伊利亚就坐跟雷亚风来离开，吼，足趣味。啊，这个时阵伊丽莎就喊讲：我的爸啊，我的爸啊！以色列的战车佮有伊的马兵啊，所以伊丽莎伊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敢有啥物特别的意思？先怎会看到战车佮有马兵？这个意思就是讲，上帝互伊丽莎看起讲，有原来伊的老师伫全国民众的这个身份，就亲像保护整个国家的战车佮有马兵共款。就是即个人啊，即个先知，即个老师，咱看起来袂，咱平常时袂实在感觉讲，哦，迄个林执事就亲像火车，还是马兵，战车佮有马兵、马马，吼，就看，这人就是这人。啊，毋过伫异象中间，上帝帮助伊丽莎看起，原来伊的老师伊所军队的真正的身份是伫保护整个国家的即款的火车马兵，吼，战车马兵。所以就是讲，这是第一点是人做的，第二点上帝做的，就是讲帮助这个学生要传承使命的人，了解伊周围的人真正伫上帝国的身份。啊，伫这个异象中间，伊丽莎认捌伊的老师的角色，伊煞嘛受到感动来承接这个伊的老师伫上帝国内面的角色。所以，咱会当看去，当圣神要传承一个使命异象互人的时阵，上帝会帮助人对伊的使命，佮有伊要承接的角色，有真清楚的认捌，对遮来加添人勇气，佮有气力。所以，圣神互人真实认捌伫咱周围的人，到底是上帝伫上帝国中间是谁？啊，家己佫是啥物款的角色？所以这是圣神会引带人的方式，就是佫较深认捌咱中间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对遐嘛认捌家己到底伫上帝国是啥物人。所以对遮，我嘛回应到他们拄仔咱所在追求的即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伫我家己服侍差不多2-3年来。我嘛有后阵家己无法度有气力来牧养别人的时阵，其实上帝安排伫我的周围有几若位同工牧者，遮的人真愿意来陪伴我。因毋是干那真就是一般的陪伴，因是会甲我和我分享因对教会的异象佮有负担，特别若是伫40岁以下，有的人就是有迄个感动，就是讲因就是知影讲即群的人需要啥物。啊，因感觉真感动，就会向我讲。啊，有时遮个人吼，毋敢若甲我讲，因佫会甲我讲，传道你吼有一寡优点，啊有一寡缺点，吼啊用遮个讨论陪伴来帮助我，佫较了解家己。啊，遮就是因为有遮个人，亲像师傅在甲我陪伴，一路行过来，我才会当看起因的角色，嘛了解我家己的角色。虽然我的经历无亲像伊丽莎遐尼款精彩，佮看到理想什物，毋过我嘛是对即款有人陪伴我，啊，佮渐渐了解别人的角色，佮有家己的角色的中间，来得到勇气，佮有气力。有一个神学家吼，伊的名叫做艾米尔布伦纳，伊捌安尼讲，啊下面的我用华语来讲，伊讲吼，一个人。上界有气力的属灵的能力，一个人最有力量的属灵能力，是人对自己的看法，关乎这个人如何理解他的本质以及他的天命。就是这个气力，人安怎看伊家己，就会决定别款的气力会安怎影响伊。所以人会讲，啊，我的圣神的气力，圣神的气力最强的迄个气力。毋是讲题材互人安怎呢？毋是讲人有啥物款的文字，是讲上帝亲自启示讲你是啥物人，你边仔的人是啥物人，啊，你家己阁要诚做啥物人，就是即种对上帝来对人真亲的认捌的气力，
是人上界有力量的一个属灵的气来，帮助咱会当承接上帝国的使命，就亲像以利亚帮助以利沙，人捌圣神，人捌伊的工作，啊，圣神嘛是搁煞接引带以利沙来人捌伊的老师，搁有伊家己，伊就有气力来承接这个角色。所以，列位兄弟，虽然圣神的感动，需要每一个人能等待上帝应允的时刻。毋过，对经文中，咱会当看起上帝真愿意安排，会当分享圣神陪伴，会当分享圣神安怎做工的陪伴者，伫咱每一个人身边。遮个人可能会当和咱分享讲，圣神做工的时阵会做啥物，会当看啥物，甚至咱遮个人甚至咱和即款亲像咱家己灵性的即个师傅斗阵的时，嘛会搁较无讲，上帝啊，伫这个人身上做工的圣神，我嘛要安尼，加倍感动我。伫这个人，你感动伊的方式，嘛加倍感动我，互我有迄个气力。所以，对今仔日以利沙传承互以利亚的过程，搁一摆来邀请咱每一个人，伫今仔日，咱敢愿意伫家己的后师死了气力的时，搁一摆对主来讲，主啊，求你互阮伫传承的使命中会当看去，求你的圣神嘛加倍感动阮，咱敢愿意安尼主来祈祷。这是邀请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愿你伫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边，会当安排，会当引带阮每一个人的陪伴者，互阮会当搁较深较无你。啊，求你互我日捌家己，搁有别人伫你面前，伫你上帝国内面的身份，互阮因为会当明白即款的身份，就无惊吓来活出你的使命。会当继续行呼召的路，感谢你，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应答上帝的话，来回应信息第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稳过今世旷野地，我真软弱。你大宽容，用手牵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日日养饲我，求你日日养饲我。请咱起立来吟信诗第622首。
奉献。咱请民兵执事甲指南执事来施献。请坐。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报告事项，今仔日第一，今仔日感谢徐雅茹传道来讲道，愿主赐福徐传道所做的工。伊一定伫顶礼拜得到牧师的资格，会使受聘互各教会。第二是后礼拜日是文理传道主日，咱有邀请陈崇光牧师亲安报告，请兄弟关心大道奉献。第三就是后礼拜陈崇光牧师的题目是上帝的园，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59、第9节。第四就是七星中会7月18，上午10点伫中山长老教会要召开第71届第3摆的议会。第五，本会有台神有提出新学生实习的申请，现况是因为学生少，申请的教会真济，所以无一定会申请着吼。第六就是礼拜五暗时的查经祈祷会，除了探讨圣经的真理，兄弟共同来勉励、劝勉、鼓励、见证纯顺服心性的心，向神来祈求，才做祝福的教会。第七，咱教会的顶面的迄个水塔的挂歹去换，10户每户的费用是580箍。礼拜堂西正边即个冷气，因为伊的主控机歹去，所以咱换新的主控的开关，费用是2800箍。咱感谢兄弟的付出，为着教会着磨做工。咱来看聚会的活动，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主日圣歌队的练唱是上午8点45。礼拜五暗时7点半有查经祈祷会。即礼拜要查的是箴言第22章。圣工的事奉，招待是文良兄甲现宗兄，插花是牛长老，清扫是玉兰姐。后礼拜的讲道是陈崇光牧师，书花是牛长老，司琴是刘老师，领唱是于养兄，书献是我本人甲玉洁执事。招待是燕婷姐甲苏文姐，插花是我本人，清扫是寿妍姐。咱来看即礼拜的金句是《王记下》第2章第9节，
过去了，伊丽莎甲伊丽莎讲：我还未受处离开你去，我要甲你做啥物？你担着求。伊丽莎讲：求你将感动你的神，互我相分。咱请来念2解。过去了，伊丽莎讲：我还未受处离开你去，我要甲你做啥物？你担着求。伊丽莎讲：求你将感动你的神，互我相分。过去了，伊丽莎讲：我还未受处离开你去，我要甲你做啥物？你担着求。伊丽莎讲：求你将感动你的神，互我相分。过去了后，伊丽莎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伊丽莎说：我的灵加倍感动。第9节，下面咱来互相请安，平安，平安。咱来吟上英的信息第402首，402首。恳求主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搁保护，教示我言行谦卑细正，助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追求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的愿望，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怜悯，佮有圣神的相通，扶持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对即世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热岛闭会。